哎呀，大我起来啦！我要出来了！救！哦，你快来！天天呀，我要出来了！你会救出来？别住！出来！你出来！好个在，你无用休息啦。哎呀啦，我脚皮袂记摕啦，我脚皮啦。你这边倒啦？你搁袂去啊？哎呦，你到底找什么脚皮啦？你性命较重要，今仔日你性命捡着，你还唔知影搁找什么脚皮？你是啊？你唔知影啦，这脚皮吼对我来讲吼足重要的啦。迄脚皮比你性命较重要。无唔对啦，这个脚皮吼，我若真正叫拍无去吼，我嘛无想要活啦。你袂应搁去啦！讲甲你吼，你这读工学一条够简单够戆的啦哈！迄真无简单，迄性命才捡回来哈！要搁走转遐送死，你实在是有影的吼！我咯，你这样讲话这话什么意思？你甲我讲较清楚的好无？啊，都吼，迄有人要，哎呀，即马讲这吼拢无效，嘛无重要。迄上介重要就是你紧离开陈家，紧走，上好，若无吼，迄代志就大条啦。哎呦，你著紧走。先生，听玉萍的话无毋对，你紧离开遮对你有较好。这啥人才熟悉？小姐！对诶，拄则是小姐叫咱两个出来。对啊。你玉萍，若有人问你讲哦，茶房火烧的代志，上好你毋好死个讲讲。较好的呢，就是你甲放学袂记住。哦，我知，为着要叫着小姐的面子，我袂讲啦，我袂讲。玉萍，茶房咧火烧的时阵，你伫咧创啥？哦，火烧的时阵哦，我当咧茶房叫迄个周少爷啦。我知，火烧的时阵，我咧困。好啊，遮尔暗啊，你紧转去歇困。哦，爱记哦，代志要放学袂记住咯。哦。周公主，玉萍吼，拄则讲了无毋对，玉佩搁安那贵重，都无你的命遐尼重要。我看你紧离开遮啦。无咯，我若从安尼走，咱两个分输咧。感情若有坚定，啥物人吼都无法度甲咱拆散。袂用的啦，我绝对吼无可能一个人走啦。若要走吼，咱两个斗阵走。啊若无，我嘛无爱走。既然人若对你遐痴情，就爱对人走，毋才对。你有听到无？敢若有人咧讲话呢？咱有听声无看影？啊，人都已经出声，毋通吼，这来甲朋友见一个仔面呢。少年诶！鬼！我是人，毋是鬼。哦，对，你是人，我是鬼。毋对，我是鬼，你是人。啊，无嘛毋是，咱两个拢毋是人。啊，无，咱两个拢人。有影，恁敢有相捌了？是啥物人？伊是我的朋友啦，最普通的，伊咧搬戏的。迄搬戏，人若演戏煞了吼，啊，我做个戏甲搬过来这边，啊，再搁对这边甲搬去这边过来搬戏。无怪你的面色袂甲呢，我拄则真正惊一个了。安尼哦，我嘛叫你惊一条了，小心哦。阿芬啊，咱讲实来，若这个俊生啊对你是有够痴情啦，啊，你应该毋爱答应啦，毋则对走啊。普通的啊，你也毋是我。这你放心啦，你袂记你讲，你就是我伫咧管的啊，我听我替你做主啊，我嘛听我替你两个做唔人啊。这位大哥啊，你这个吼，这个办法袂歹了，多谢你哦。对，安尼我即摆随时替恁做主，啊，恁两个拢爱听我的命令，知无？
来，要开始啊！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。我靠腰，煞无高堂，无高堂，无高堂跳过。夫妻对拜，迄个送入洞房。我同学啊啊，安尼生活体统啊，清清菜菜哦，都伫遮成亲。这工商社会吼，都爱讲究这个效率，都爱紧啊。若袂晓的，拢总跳过人过；啊，若袂赴的嘛，爱跳过人过。好，你讲哦，这是工商社会。对对对。啊，俊生哦，遐尼善食，要搁带我这个娘囝，哪有法度饲会起？清亲了后，爱互囡仔通去生活啦。啊，我的婚姻哦，是你主意的对。对对对对。主意的人吼，都爱出囡仔。嘿，我，哎，出迄个囡仔，出囡仔，出囡仔，我怎么用过了？依山倒海，囡仔来，哎，脚哦，交冬后双手揽咧，嘿，对对对。是啊。这囡仔安尼有够啊啦吼。多谢你哦。嘿，买啦买啦。啊，是讲这段遐。嘿。你若啉酒啉了，我都赚这是钱啊。哎呦，当然，我若有法度就我大，啊，花伫遮囡仔，也毋是我下啊。毋是啦，这囡仔是要送互你的，无毋对啦，互恁夫妻厝去通啊费用啦，啊通啊做所费啦吼。啊，但是你要记住哦，恁两个若这生活是，你必须要改姓改名。普通诶。那你是咧讲啥？啊，这个姓吼是做工吼留落来，名呢是爸母好诶，是安怎叫准先爱改名改姓？你即马搁咧凭啥吧？我知影啦，姓是咱士大人予咱的，名是士大人甲咱好的。这个名甲姓，咱该谨记在心就好。啊，但是伊一定要改姓改名，要若无吼出去吼，去互陈干啊，知影伊的身份了吼，侥幸哦，伊的性命会判给你哦。啊，对，这位大兄安尼讲真有理啦。因为吼，咱即摆安尼总安尼照算书本了。无人咧讲书本啊，这个时代爱讲做小带走。啊无我顶讲一遍。对啦。咱即摆吼，安尼相带走吼，你若听吼，一定心肝才毋甘愿，一定会死去探听咱。啊，万一吼我若无改名换姓，啊去互探听出来吼，找着咱就害啊了。对啊。大哥啊，多谢你吼。袂啦。啊，这个囡仔吼，我以后一定会害你啦。啊免啦，我就甲你讲，迄毋是我下啊。不，毋是，囡仔做你好好啊运用，但是我咧讲哦，一定要记个心肝头哦。从今以后，爱较友好恁老爸老母咧，知唔？阿娘，阿爹，俊生死去啊！我的亲事是要安怎啦？天意啦，这一切拢是天意啦。阮只是讲吼，要互伊娶咱迄个死查某囝玉凤啊，想袂到伊说叫玉凤啊，甲拖带去。哎呦，等你看，但我即摆是要来向酒家人交代就好啊啦。老爷，俊生啊，这个后事哦，咱有好啊来甲安葬啦。这是应该啦。唉，可怜啦！可怜。玉萍啊，摆茶房哦，安尼小家呼呼，你毋着去拼拼诶。哦，毋着紧去啊，哦啥？行啦。阿峰啊，这声哦，茶房安尼烧甲白，落，含骨头都找无，哪里计划成功啊？这拢你的功劳啊！啊，对，我伫茶房遐吼，顺啊顺，吹啊吹，叫我找到一块玉佩。我天良啊，你嘛小拜托诶，你死人的物件莫摕来遐等好无？哎呦，所以讲你毋捌会，这块玉佩真简单呢，拄适合我这个身份的人来咧砸。插你水在你啦！你直吼，我已经达到目的啊，毋免叫迄个垃圾鬼、散鬼咧卡屁。各位乡亲甲父老、兄弟姊妹、公主阿哥，老汉今仔日来卖宝，失去机会找拢无。少年我是生理好，凊彩赚嘛几落万块，布行自装加当铺，大江南北有几户，我家己算甲嘛糊涂。
搁啥面啊？后来风流啦。哦，对啦，后来哦，就是风流爱开查某，所以毋得害我害甲拖。今仔日呢，我就是为着安尼，所以带阮大某跳出下小步。阿伯啊，伊是念遐久，是咧卖啥？卖膏药，是咧卖啥？这袂啥。卖物件是有影啦，若卖膏药是毋对啦。但是我要卖什么物件？互恁了。好，你有看嘛？有看嘛？我知，满心纵武。